我就想去中醫院睇醫生。嗱，你直接咧用手機 APP 預約，咁就可以掛號到噶啦。嗯，咁如果你話你唔識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前台啲 counter同啲姐姐講，咁佢會幫你處理噶。好。我叫潘志輝，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。我係香港工聯會中山工聯諮詢服務中心嘅主任。我喺中山工作咗13年嘅啦。而家咧大約有3萬嘅香港居民咧住喺中山嘅。我嘅工作係提供服務俾佢哋，幫佢哋更加好融入中山嘅生活。我哋係有咩疑難都係嚟呢度問你哋嘅啦。係啊。睇醫生嘅流程啊，即係除咗住院唔得之外，其他都得。真係有需要急診嘅話，你都可以用醫療券埋單。13年時間咧，我同同事見證咗香港人咧點樣逐漸融入內地嘅生活。大到因醫療需要護送返港就醫，解決買賣房產嘅糾紛，或者推動落實便利港人喺內地生活嘅政策等方面。細到想了解今年花市喺邊度開，點樣辦理長者免費乘車卡，點樣用電子支付等等，只要內地港人有需求或者遇到困難，都可以隨時過嚟揾我哋。喺兩地政府嘅推動下咧，60歲以上嘅香港長者可以用居住證免費乘坐內地嘅公交車，可以喺部分醫院咧使用香港嘅長者醫療券。越嚟越多嘅香港人喺內地發展，享受到內地發展嘅紅利。你今日咧就幫我做呢個工作，跟翻嗰啲你嗰啲名單。我哋中心咧有嚟自香港同埋內地嘅同事，大家咧都會相互包容啦、支持同埋理解嘅。我會將香港成熟嘅工作制度同埋高效嘅模式咧帶到喺工作入邊。星期六去處理。香港人咧嘅溝通方式咧係更加直接，內地同事係更加注重情理兼顧。我會將兩地嘅模式優勢融合，形成一套既符合內地辦事邏輯，又貼合香港人習慣工作方式。入境處用8字頭嘅手機號碼得唔得？我至今咧都維持往返中山同埋香港兩地，工作日都喺中山啦，放假就返香港。家人咧時不時咧都會嚟中山睇我嘅。從陌生到熟悉，隨着深中通道嘅開通，大灣區唔單止係一個概念，更加係讓港人安居樂業嘅地方。直到目前為止咧，我哋服務超過36000名嘅香港居民。我係好想佢哋知道咧，中山係一個有溫暖、有便利、值得扎根嘅地方。